也来风无心，快乐地笑。夜晚的社区大学，学生不必讲光抄、贝多芬，他们要学的是如何用台语吟唱古代的诗词。我吟秋风词，作者汉武帝刘彻。秋风起兮白云飞。诗词的韵律透过文字的平仄表现，再套上曲调，诗即是歌。吟唱诗词就跟一般唱歌一样，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曲风。春蚕都细细红尽，落基心寒。其实吟诗词你要气够。我大概只能偏比较吟像那个李商隐的，就是有点爱情啊、哀愁的，像那个《秋风词》比较雄壮，《将进酒》这类的，我吟不出他们的气势。所以老师一直说我们要去练太极，把那个气养出来，才有办法说真正吟唱出那种有些雄壮的歌曲。而不论是雄壮或是柔情，同学都能感受到台语的优雅和美感。你用国语讲吼，用北京语讲，你听起来无共款，迄个感情你无，感受无共。你也试过没？感受不同，或许是因为和母语亲近才有的个人感触。老师则表示，源自商朝的台语有8声声调，确实比国语的4声加轻声多了更多抑扬顿挫和平仄押韵的表现空间。例如有一些诗用台语念，韵脚比国语更一致。春来发枝枝，此物最相思，迄是迄个上平四字韵。你若用北京语读法，春来发菊枝，此物最相思，有没有不一样啊？不同韵啊。同学也举例，像是台语常说的“爹当”和“里桃”等词汇，可追溯到汉朝的《史记》，也是台语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的例证。8个音其实久了之后大家会觉得比较复杂，慢慢就变简化，变只剩下4个音了，然后现在变成主流，在转变了，那这个东西以后总有一天可能会变成这个要保护的那个文化遗产。其实不止在台湾有保存在地语言的呼吁，近来大陆推广普通话，各地方言同样也面临衰退危机。在课堂上重现古代汉语的风采，也算是现代人怀古欣赏之余，为传承文化尽的一份努力吧。中央社记者萧博洋、王一文台北采访报道。